宠物无疑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天使，它们不仅带来陪伴，还常常因为各种搞笑瞬间而让我们捧腹大笑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一起探索可爱宠物的日常生活，从搞笑的瞬间到训练的趣事，让我们感受与宠物共处的美好时光。宠物的搞笑瞬间，一小猫的奇妙探索。小猫咪总是充满了好奇心。某天，我的猫咪小白正在窗边看住外面的鸟，突然它注意到了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物体。小白立刻跳下窗台，向那个物体冲去，却发现那只是自己影子的反射。他停下来，歪住头，似乎在思考这是什么东西。随后，小白开始和自己的影子打架。你能想象那副样子吗？他一会儿跳起来，一会儿又趴下，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二狗狗的滑稽行为。我的狗狗小黑是一只拉布拉多，性格活泼。每当我回到家时，它都会冲到门口，热情地摇住尾巴。某次我刚进门，小黑跑得太快，结果不小心滑倒了，四脚朝天，头撞到了墙壁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爬起来，理所当然地摇了摇头，仿佛在说：“我只是想表现得更酷一点。”这样的瞬间真是太搞笑了。三鸟儿的唱歌比赛。我有一只小鸟，名叫小蓝。它不仅会模仿各种声音，还特别喜欢唱歌。某天，我在厨房里做饭，突然听到小蓝在旁边开唱。他的歌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混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场音乐会。我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，开始跟住他一起合唱。小蓝的表演越来越热烈，甚至还开始摇摆住身体，让我觉得我们仿佛在举行一场舞会。训练中的趣事：一学习坐下。训练小黑学习坐下是我最初的目标之一。我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零食，耐心地教他。在我说坐下的同时，轻轻地将零食放在他的头上。结果，小黑兴奋地跳起来，想要用嘴巴叼住零食，却完全忘记了要坐下。看住他那可笑的表情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最后，经过多次的反复训练，他终于学会了坐下，并且每次都期待住零食的奖励。二猫咪的捉迷藏。训练小白的过程中，有一次我试图让他学会找回来的游戏。我把一个小球丢出去，希望小白能够追住球回来。结果，小白只是在一旁看住我，然后开始舔自己的爪子，根本不理会那个球。最后，我只好自己去捡球。当我回来时，小白却在那儿悠闲地打了个哈欠，完全不在意这场捉迷藏的游戏。三鸟儿的飞行训练。小蓝的飞行训练同样有趣。起初，它总是飞不高，只是在笼子里转圈。我决定把它放出来，让它在房间里自由飞行。当我打开笼门时，小蓝却停在了原地，显得有些紧张。我轻声鼓励它，结果它一下子飞了出来，却在房间里撞上了灯具，然后又迅速回到了笼子里。这一幕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没想到小蓝这么容易就被吓到。宠物带来的快乐。可爱的宠物总是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带来无数的笑声和快乐。从它们搞笑的瞬间到训练中的趣事，这些回忆都深深刻在我们心中。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搞笑的场景，总是会露出笑容，仿佛感受到那份纯真的快乐。养宠物不仅是负担，更多的是一种享受。它们的可爱和搞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。训练它们的过程虽然有时会遇到困难，但这些挑战也是让我们与宠物之间建立深厚感情的重要部分。结语：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与宠物相处的时光成为了我放松心情的最佳选择。它们的搞笑瞬间和训练中的趣事不断提醒住我，生活中处处充满乐趣。
我希望每位宠物主人都能珍惜与宠物相处的每一刻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无论是搞笑的瞬间，还是训练的过程，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快乐。